大家好，我係阿天。今日咧，我咧個同學係咁叫我買個 Pokemon 卡，10蚊雞隻，就呢個盒。點解好似係60萬卡？我哋打開睇下有啲咩啦。首先有一張，呢個幾勁下，血條110，攻擊力20仔，少少勁啦！哇，好勁！哇，勁！今日咧，我個同學話裡面必定開到小火龍嘅進化，好似係小火龍嘅進化，又可以開到黑金卡同埋金皇冠卡，兩頭貓。垃圾，勁！哇，好勁！咁靚嘅呢張，都幾勁下。垃圾，少少垃圾咯。超勁，唔係勁啦，唔算超勁。呢個功能牌嚟嘅，功能牌。GX 黑金卡，絕版㗎喎！哇，超勁啦，好冇？好似仲勁喎！血條1000，攻擊力999，秒殺黑金卡，秒殺！跟住賺咗啦，10蚊雞咋？我好開心。好，我哋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